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咱看到美国非洲的查甫人 George Floyd 顶礼拜咧，是因为和白人警察伊的暗棍互伊摸到转开来过身，嘛引发着全美国示威的这个抗争。这其实和过去美国长期以来真深的这个种族歧视有关系啦不过咱看到美国总统 Trump 真正是提油咧救火，将示威的这个活动参与人讲因是这个暴民嘛甲这个暴力这个情绪归乎较左派这个人士，甲这个 Antifa 这个反法西斯主义运动人列作是这个恐怖组织。但是咧，川普这款这个行为根本对这个代志的收煞无任何的这个帮助啦除了伊讲伊是这个家己维护是美国法律这个总统，嘛讲伊会派军队来平息动乱，但是这真正无帮站啦咱嘛看到这个 Floyd 的死亡，对因厝内人内底人真正是无法度接受。不过咱嘛看到，因为这回示威的这个活动其实已经有一寡较离经的这个代志来发生。咱嘛看到 Floyd 的亲小弟就呼吁讲，民众恁就要冷静啦伫年底来用选票来做决定。今日透过咱的节目，咱来看讲美国这回这个情势对国内因的这个社会，甚至全球社会会产生什么款的这个影响啦今日咱就做回来讨论。接不先来邀请咱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台社会系教授黄克先。大家好，主持人好。第二，咱要邀请咱的老朋友啦就是真敖讲台语咱美国台湾的留学生天玲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你好。是第三位嘛是咱的这老朋友嘛是这个中央研究院法律所研究员，咱的这廖福德教授。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所以咱嘛会透过连线甲这个 LA 咱的这个彭汉武来做连线。汉武你好，咱等下甲你做一寡连线啦首先我想要请教。就是天灵啦其实真关心的，伫咧台湾嘛关心讲顶礼拜这回这个代志啦对美国社会来讲，真正咱讲当年卫青的这个种族的问题，伫这回咱就看现啦要哪去收煞这个代志，你感觉？我是感觉这个代志是拄则开始尔。拄则开始尔。我感觉袂使讲甲伊看现，因为我也毋知伊到底会变做安怎。毋过咱大先会使讲，美国人真正有去噗，伊真正就小气，所以我感觉咱若是要讨论这个话题。咱先来讲是安怎，伊会遐尼小气啊？是。所以我是感觉第一，咱就爱讨论这个种族问题。是。因为这个活动真正是美国黑人所来带的。是。我毋知恁伫台湾对。美国这个种族议题有啥物理解？因为甲台湾无共款。是。我知影恁伫讲是台语台，应该知影。是。这个方面甲台湾有技术啦关系，就是讲咱伫台湾有个人会讲，你若是讲台语，这个都表示。你若是讲台语，你袂晓讲啥物较复杂的话题，也是讲，这就表示你的水准会较低。比较起黑人嘛有上讲的问题，就是讲因为伊出来讲的嘛是英语，毋过恁被批复的人，若是听到因在讲，因伫出来讲的迄款的英语。嘛是感觉你安尼讲都是水准足低。这个自语言就当看到讲有一寡精差的这个差别伫咧啦其实咱讲规个这个结构性，美国啦来讲，这个黑人甲这个白人其实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是，头拄咱们讲年久未深咱等下嘛当好好来讨论。不过咱要搁先带大家来看讲，这回美国总统 Trump 伊的这个态度是啥物？咱头拄讲伊就是真正是提油咧救火啦即阵伊搁讲啥？伊搁讲伊是遵照法律的这个人但是搁讲要用这个军队来去镇压啦咱先做来看讲伊是安怎讲的。总统川普伫咧白宫玫瑰园强调讲，若是各州的州长受过头两者，无法度来阻挡暴乱，伊会直接派大批军队介入，嘛强调讲伊是维护美国法纪的总统。I am your president of law and order and an ally of all peaceful protesters.
but in recent days, our nation has been gripped by professional anarchists, violent mobs, arsonists, looters, criminals, rioters, Antifa, and others. 顶礼拜，白宫市科维亚去互示威的民众包围，川普秘入去炮垒避难的消息，去互 CNN 甲纽约时报等等的媒体报道，互伊感觉真正民主。所以，伫咧发表言论了后，川普特别行去白宫附近，防号做总统教堂的圣约翰教堂，而且佮甲内阁成员翕相。但是，伫伊行出白宫进前，大批和平示威的民众去互警方发射催泪瓦斯，强制驱离，现场乱七八糟。川普伫咧教堂头前摕圣经甲大家讲话，啊，毋过圣约翰教堂的主教知影川普的举动了，是真生气。We have a great country. That's my thoughts. This country in the world. Great. We will make it even, and it won't take long. 另外一方面，代志的主角已经过世的46岁肺的查甫人乔治·弗洛伊德，叫警员用脚头物压制伫涂骹8分46秒，加上质疑官方验尸的判定是因是心脏病发作，还佫有体内有毒物的反应。律师团队另外邀请法医解剖定验，第2份报告确定指出，弗洛伊德的死因就是无法度喘气。其实，伫伊去用压制4分钟了后，弗洛伊德就已经当场无气氧。Cause of death, in my opinion, is asphyxia due to compression of the neck, which, as Mr. Crump indicated, can interfere with blood flow and oxygen going to the brain, and compression of the back, which interferes with breathing. 弗洛伊德的小弟泰伦斯，找伊嘛搁一届出面来安大民众的情绪，强调讲伊是对爱甲和平的家庭来的，嘛尊敬上帝，呼吁民众年底用选票来表达心中的不满，绝对毋是用暴力来行动。弗洛伊德的追思会6月初4甲初6，会分别伫咧明尼阿波利斯市甲北卡州来举办，初9举办丧礼。啊，若是美国前君王梅威瑟已经公开表示，弗洛伊德丧礼费用全部交予伊来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小咱带观众朋友来看讲 George Floyd 伊的死亡啦吼，自咱讲警察甲伊压暗棍开始，这代志是安怎来发生？咱先做伙来看吼。咱讲这个 George Floyd 伊才46岁尔，是这个非洲裔这个美国男性，过去嘛是运动员啦吼。咱们看到因为5月25，就是顶礼拜时阵，和这个美国 Minnesota 这个州的这个白人警察 Chauvin 吼，伊怀疑讲这个 Floyd 使用这个假这个纸票啦吼，来去买物件，用这个卡头甲压伊这个颔棍啊吼，互伊丧失这个意识啊，故意甲强压，无要甲伊放手啦吼，送医了后嘛是讲来死亡。咱嘛看到讲，因为这件案件吼，涉案的4名警员互解除这个职务，也有几千名这个示威者上街头来去做游行示威啦吼。自咱讲 Minnesota 开始。就看到咱的这个全美国开始啊啦吼，咱嘛看到讲5月28开始，Minnesota 这个州长伊嘛宣布讲，全州已经进入去这个紧急的这个状态。啊，咱们看到美国总统 Trump 讲，迄当阵政府是较危急啦吼，会出动国民警卫队来维持当地秩序。另外，咱嘛看到讲，这个随着调查愈来愈清楚啊，迄当阵这个 Chauvin 就去用逮捕，嘛检方咧用3级这个谋杀的这个罪啦吼来甲伊起诉。咱嘛看到这个 Minnesota 嘛开始做一寡这个宵禁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 Minnesota 这个州长嘛有警告讲，会甲这个追捕的这个违反的人啦吼，会继续来抓。另外，咱嘛看到讲5月31号，咱讲这个冲突哦已经。自美国已经至少150个这个城市，啊嘛有3州进入去这个紧急的这个状态啦吼。咱们看到6月初1，这个 New York 佮有这个宣布这个 curfew 啦吼，这嘛是77年来头一摆来实施着全市的这个宵禁，啊要继续到6月初7啦吼。啊其实虽然有这个 curfew 这个宵禁这个禁令，但是真侪示威活动的人吼，嘛是继续行伫这街仔头。咱继续要来请教伫咧咱这个 LA 的这个台湾人啦吼，这个韩武你好。你好，你好。其实咱嘛有讲到吼，虽然有一寡这个禁令，但是咱嘛看到这个示威活动继续咧进行，日时也好，这个暗时也好，你看到这个情况是啥物？我情形较无共啦，我因为迄肺炎的关系吼，我拢无胆出门。我敢若会使用听的。你用听的，所以嘿，就是讲吼，我会使看到吼，阮隔壁街是，足侪迄警察车伫咧行来行去，我嘛会使
看到就这些飞行机，伊在飞来飞去，迄声拢足大声，嘛是听甲足清楚的啦。是，就是安尼。伫隔壁街仔头你就看有啊啦吼，所以伫遮这个情况应该是介危险啦吼。不过咱嘛讲，这回为什么遮侪人行出来，无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都爱行上街头？你感觉这个美国人因的观点是安怎？我感觉美国人不支持这款代志，就是因为讲吼，迄种族的代志啊，就是自古早来就是，一直就严重的，但是因历史上有这个问题伫啦吼。对。咱嘛看到讲，因为这你讲。但是讲迄政治就是发生受过侪改吧。是。大家个足侪人可能拢互人死头路。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有真侪失业率的这个问题嘛出现啦吼，所以你有看到这款的这个情势啦吼。你嘛有看到讲其实你所住的这个所在是这个 LA， 这个 Hollywood 啦吼。这个部分啦，咱嘛讲过去，大家人若是有伫遮吼，要做明星的梦，还是要遮演戏的梦，拢伫遮啦吼。但是这回若是要行上街仔头，哈利wood嘛是一个真重要这个示威的这个场所，为什么咧？你感觉？我感觉即马这区就是较侪有钱的人吧。你行出来的话，行出来就会当互较侪人看到。嘛，足侪迄有名的人住伫遮。你就会使看到吼，遮的有名的人，最近迄 Instagram， 因的 Instagram 都咧 po 迄Blackout Friday，Blackout Tuesday，sorry。是啦，咱嘛看到吼，因为这回咱看到这个全美国咧做示威啦吼，所以真侪这个艺人也好 ，NBA 球员吼嘛有做一寡这个咱讲的表态这部分。咱先感谢咱的这个韩武啦吼。其实咱讲的这回这个部分就是讲 Black Lives Matter 啦吼，咱嘛看到讲。黑人的命嘛是命啦吼，所以这回这个口号其实唔是今年才开始的，是进前几啊年就开始啊吼。咱头头嘛讲到这个 Floyd 的伊的这个死亡自这个时间表开始啦吼。其实咱嘛讲到这回为什么会遐尔 keep up？ 因为这个态度真重要，啥个态度？就是总统 Trump 的态度。为什么这回这尔侪人行上街头？伊佫用什么字来形容咱遮的这个示威者？伊用着这个字啦吼，叫 thug。或者是暴民啦吼，伫个 Twitter 头顶写 "thug" 这个字是毋是真重？对，这个字定义就甲遮个上街头的人吼，就甲伊认为讲这是一个暴民，吼，因是无理性的，是，吼，因的主张是无应该去看到的，吼，因可能为家己的什么利益。吼，所以有想要偷摕物件，还是讲要闯空门吼，想要做这歹代志，吼，所以伊就用这个字就是甲规个迄个上街头的这个运动，甲伊定调，定调讲这是一个歹的代志，因的主张无应该去看到，所以这是一个作为一个领导者吼，做唔好的一个发言的示范。有影啦吼，所以咱嘛看到，现在这个代志无法度收煞 ，Trump 的态度是一个真重要这个关键吼。其实咱嘛看到这个天灵吼，过去有来咱节目讲到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初选，其实这回Trump 若是处理得无好，其实影响到伊的这个选举啦吼，这个部分你安怎看咧？我看咱袂使讲这敢若是因为Trump 的迄个原因，因为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s 的空警是伫自2014年开始的。迄个时阵我是徛伫Chicago， 是，我拢定定在参加迄个空警。是，因为这伫美国自美国拄起头的时，都是黑人伫美国生命比其他民族嘅更较歹。是。所以伊所希望嘅代志，其實就簡單。伊簡單是希望會當生活，會當有平安。所以是安怎一擺遐尼嚴重？是因為伊拄開始嘅時，是伫奧巴馬總統嘅時陣，迄個時陣伊是奧巴馬甲其他嘅政客是講，咱理解有即個問題，
咱的政党里有这个问题，你安尼讲有道理。毋过到达伊也袂个什么大的改变，伊要是面对共款的危险，所以到达咱的总统甲奥巴马真无共款。毋敢若是伊伊无愿意做出较婉转的改变，搁有伊无手奥巴马，因为伊嘛袂使讲互伊较无遐尼小气的话，所以伊知影伊因迄个方法，因迄个讲话的方法袂使，伊敢若会使做迄个较暴力的方法。所以这个两个总统，咱嘛看会出依然这个争差伫倒位啦吼。其实头拄仔天庭嘛有讲到，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s 这个部分啦吼，其实毋是今年才开始的。咱嘛讲到吼，这个事件，因为这个黑人吼，这个警察因为过动的这个执法吼，咱嘛有做一张图表吼，先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啦吼。那么看到伫2012年啦吼，其实进程也够真济啦吼。伫咧美国Ohio这个黑人吼 ，Russell 甲这个 Williams 因赛车要盗窃着警察的这个肉啦吼，13名的这个警员伫咧过程中来射137枪哦，造成2个人来死亡。法院呢最后是判决警员是杀人罪无成立。另外，咱嘛看到2014年吼，美国 New York State 的 Staten Island 遮发生着这个警察压制黑人 Eric Garner。互伊这个嘛是无法度喘气来死亡的这个案件。当时咧 Eric Garner 伊讲吼，警察压伫咧面吼，压伫咧这个下底啦吼，这个部分哦，差不多11届。伊嘛是讲着 I can't breathe， 喘袂过气啊。但是这个 jury 陪审团吼决定无要起诉这个涉案的这个员警 Garner 的这个死吼，就是后来咱讲的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黑人命嘛是命这个运动啦吼，伫2014年的这个时间，咱嘛看到其他的这个时间点。2014年，美国 Missouri 有18岁，这个嘛是非洲裔的这个美国青年 Michael Brown， 伊当阵呢是无炸任何这个武器的这个状况之下，和这个28岁白人警员 Darren Wilson 吼来抬死了后，咱嘛讲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抗议就开始啊。但是咧，这个涉案的这个警官呢，由原互判讲正当的这个行为，互免起诉。另外，咱看到2018年这个。美国 Texas Dallas 这个一个白人的这个女性警员，伊叫做 Amber Geiger 啦吼，这个甲这个厝边头尾吼，厝啦吼，认唔到去，认做是家己这个厝内底，惊唔着门这个状况之下，就讲这个黑人的这个厝边啦吼，这个是这个贼啦吼，就开枪甲伊弹死。这个 Geiger 伊向这个警察局来判讲解除伊的这个职务啦吼，但是这个法院嘛决定要判伊10年有期徒刑啦吼，所以伫咧黑人和这个美国白人警察拍死还是弹死，这个代志是史上有的，但是这回为什么遐尔严重？咱继续请咱的廖教授。我感觉咱拄仔讲的差不多4个案件啦吼。其实大家看了上尾一个讲吼，袂是敢看着讲，因为法院敢若判伊讲有罪，伊才判10年，敢足严重的。我看这4个案件其实是无共的。你看上尾一个案件，其实伊毋是咧执法，就是讲警察毋是咧执行伊的法律类型，伊是行着门去行去摆迄个厝边啊尔。所以伊认为这个才判刑。所以我感觉美国在警察执法的迄个案件内底啊，我感觉一直拢有这个问题。你来看。非常，我所了解非常多案件，不管是行政的调查，就是讲美国警察，还是讲伊迄个司法部内底内部的调查，阁是司法的判决，其实拢真偏向警察。有影，都差不多。你看，有当是足严重，迄执法的方法，甚至是开，你讲拄看开137枪哦，去拍死人的，这个部分，其实到尾拢无代志。就是讲，我感觉美国的行政甲司法非常的偏向。警察是，只要是警察是执法的，发生安那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发生偌严重的结果，其实拢无去迄落真正去调查也是处理。是吼，看起来我感觉这是真严重的代志。所以讲，我感觉今年的案件毋是个别案件，其实是真久以来，而且这真久以来拢是大部分发生的状况，拢是白人的警察。是。去伤害着黑人，也是咱讲非洲裔的朋友，吼，所以讲伊才是我都讲变种遮尔严重的问题啦，吼。其实我甲大家报告，这毋是讲美国迄度发生的代志，你来讲看国际迄度人权的迄度组织，就是讲我甲大家报告讲 Human Rights Committee，是，就讲美国其实伊嘛有参加迄度
公民甲政治关系的国际公约，其实嘛是有参加，所以讲美国嘛会写报告，吼。啊，美国写报告以后，也去 Human Rights Committee 审查。Human Rights Committee 其实伊落审查美国的迄落报告，从少有3遍。啊，莫讲伊落伤远的，至少你会使看到2006年甲2014年，伊拢会去提到美国的警察会较粗鲁的执法，即个代志的严重性一直咧发生，而且伊嘛拢有指出，是讲是对非洲裔的人是较伤害较大的。所以讲这是2006年甲2014年所影响伊个，所以讲伊一直发生。其实并无解决，所以我感觉美国即摆应该要真严肃去面对这个问题。是，照国际人权法的标准，其实任何发生警察执法有问题、伤过粗鲁，也是讲有问题时阵，伊拢应该有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尤其是有人死亡的这状况。所以我感觉美国应该是要去做这方面，第一个，这个个案应该要做这个代志。第二，我感觉美国应该是在司法上来思考要改变，唔是讲警察执法所有的物件拢是合法。唔是安尼，唔是安尼。警察有可能是唔对的，有可能是唔对的。所以讲，我感觉不管是行政还是司法，美国应该思考去改进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你若讲要做一个人权领导世界国家，应该是要绝对要做重这个代志。不只是讲伊对美国国内本身，讲你黑人甲白人有啥物冲突，有当严重，你一个案件以后变做全国性的咧抗争，其实伊是真久长的代志，唔是讲简，因为这件案件的代志安尼啊。所以咱嘛当看到了吼，其实咱头拄来讲的，这个警察这个部分到底是不是必要之恶啦吼？其实咱头拄啊，这个私底下有跟教授讨论过啦吼，就是讲这个公权力这个使用到底是虾米赞助之下是合法的？亲像咱讲，这个黑人从压伫内底8分钟也好，5至10分钟啦吼，啊袂手真正是喘袂过气啊！伊讲 I can breathe， 这样济解，但是咱看到这个网络顶这影片伫遐传，是安怎？这4个警察就是不爱放伊煞。对，都亲像头拄仔迄个廖老师所讲的吼，都是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存在足久吼，这个事件嘛是一而再吼，再而三一直出现吼。啊，为什么这届的引发遮侪人吼出来抗议吼？嘛是因为讲你头仔摕到这个影片吼，就非常的完整吼。进前可能有一寡证据吼，毋是遐充分吼，有当时会当讲哦是因为这个人有啥物问题吼啊。警方有伊个考虑，伊个想的代志吼，啊，但是即届吼，这个影片非常完整的吼，大家看到讲，其实这个人已经去压伫涂骹嘿，啊，其实伊嘛无做啥物吼，啊，伊已经讲，甲你表达讲，伊足痛苦，嘿，对，你应该爱有调整吼，啊，但是伊就是继续安尼落去吼，所以较造成这个悲剧吼，那嘛是因为安尼讲引发着足侪人，我感觉讲这真正袂使，所以 I can breathe 吼，这个字可能有2种意思，吼，一种意思是讲呼应讲这个 Floyd 吼，伊个呼声吼，啊，另外一种意思是讲咱去压者遮久啊，作为一种压迫吼。足侪人感觉讲真正是爱徛出来，吼，我袂当搁喘气啊，所以我真正爱挺身而出，把阮的声音讲出来，吼，好，即摆的领导者，或即摆的政府知影讲，这个代志，阮袂当搁顶台啊，吼，啊，像进前迄个奥巴马讲 Yes we can， 吼，伊迄阵讲这个梦吼，这个梦想，这个种族会当平等，大家互相对待，大家这个梦会当实现，但是伊做被当过去啊，这种代志嘛是一直发生，所以这个梦咱敢会当继续安尼做落去，还是讲咱应该爱 change， 咱应该爱做一寡改变，啊无咱真正袂当搁呼吸你，吼，所以。有影啦，头拄啊老师讲的这个 I can breathe 2种赞助，我感觉真认同啦吼。第一个就是讲啊，这个 George Floyd 当时互压伫涂骹；第二个赞助就是讲，这回受害者真正受到压迫的受害者，拢总徛出来。啊，另外咱嘛讨论到这个奥巴马吼，过去伊人讲伊是这个黑人一个真好的这个象征，伊会当吼做一个成功黑人，坐甲美国大总统这个位啦吼。啊，但是伊总统。尾手，咱看到伊的这个种族的这个部分，敢真正有改善？天灵，你的观察是啥物？我的观察就是美国人有其实是黑人，可能是奥巴马总统了后都发现是投票无下录音，都是投票无录音，是安怎讲嘞？因为咱有看到，
其实是有奥巴马这个黑人做总统，是，嗰有伫美国逐这有民主党执政的执政的这个州啦吼，是，都是咱的警察足严重的都市，所以咱都知影，无论是倒一个政党，你要是会面对同款的问题，所以我是感觉，咱唔那爱讨论这个黑人向警察抬死的这个物件，咱马上爱讨论美国下骹的社会办事，就是讲是安怎社会这个结构是啥物啦吼？其实咱嘛知影这个。除了这个 New York 以外啦吼，New York 是真这个明显的这个部分，咱看坐地铁的时阵，真侪黑人伫遮，这个甲白人有当时徛做伙，黑人只要讲一声较大声咧讲话，就会去互这个白人吼，这个摆一个眼啦吼，互看起也好，其实伫咧 New York 这个部分，人来讲这个较。北边的这个所在是这个白人较唔敢去，因拢认为这是一个可能社区较乱啦吼，这个结构性的这个问题，伫奥巴马时代敢有解决的，伊当中有推出什么款的这个运动？伊当中其实嘛是有杀一寡政策啊，是但是这其实是长期的一个问题啦，可能无法度遐紧就会当解决啦，所以有当时啊，咱看到讲是这个政治的争取吼，会当做一寡改变吼，选出一个黑人的领导者吼，总统来带领吼，这是插掌吼伊个 reform 吼，做一寡制度性吼。制度顶悬的改革，这是最重要吼。但是另外一方面，这 bottom up 吼，你对下骹基层吼 grassroot 吼，你去组织大家黑人甲白人做伙来努力，这社会运动嘛是最重要吼。所以这个因嘛是足侪这公民的组织，嘛是感觉讲应该爱站出来，利用这个机会，甲咱的诉求吼，更较一概强烈的讲出来。所以这两边嘛是拢爱互相去搭配啦。吼，咱有一寡人感觉讲，奥巴马伊虽然是一个黑人的总统，但是伊其实足侪讲伊大汉的过程，吼，伊本身讲话的方式，其实和白人无啥物小大的差别，吼，但有迄个伊的迄个肤色无啥相像安尼尔，吼，那所以有当时会感觉讲，但像其实改变嘛无讲足大，吼，那。所以咱有当时都是爱对这两个方面吼做伙来努力，较有可能吼，甲这种族遮复杂的问题吼，有一个较好的解决啦。是啦，这个美国结构性的这个问题，就是咱过去所讲的这个真久以来这个部分啊，无法度解决。不过咱慢慢去带观众朋友个回头来看吼，就是讲，即阵咱嘛看到这个 Floyd 伊的这个死亡啊吼，伫咧验尸报告安怎来去做一寡呈现啊吼，咱嘛有做一寡这个整理。第一个部分咱看到是官方的这个报告。是这个 Hennepin 这个 County Medical Examiner 这个部分啊吼，就是讲 Floyd 的伊个死亡是从抬死的这个刑事案件。警方在咧执法的过程内底，因为对伊的这个颔棍啊吼压迫等等的这个行为过程吼，伊的这个心脏怎啊掂起啦吼，可能含伊过去本身的这个身体状况，这个动脉啦吼有硬化，还是讲高血压有直接的这个关系。但是这个咱看到家属嘛去找这个前 New York 这个法医啊吼 Dr. Michael Baden 吼，伊讲啥咧？伊讲吼，这个 Floyd 因为这个颔棍啊吼，甲这个脚趾片受到压迫来无喘气来死亡，并无致使伊的死亡的潜在这个健康的问题。至少是3名警官吼，对伊的这个颔棍，也是讲脚趾片，也是讲这个腹肚遮吼，有真济强压啦吼，互伊这个死亡，则致使伊的这个心肺功能来停止啦吼。所以伫遮嘛看到讲侪部分拢已经有侦查，但是咱嘛看到一个部分是伊的小弟，就是讲伊看到这个报告，这是厝内底的人搁去找这个法官的这个验尸啦吼，但是伊嘛看到现主是美国的情形，头拄我嘛问过啦吼，日时的时阵甲暗时的时阵。日时的时阵可能是和平的示威的这个活动，就是暗时咱讲可能有抢劫啦，还是讲吼破门啦吼，讲破玻璃这款的这个部分出现，有人就是川普伊家讲伊是这个 thug， 还是讲是 rebellion 这款方式来去讲因这是一款暴动啦吼。其实教授你安怎看咧？伫和平示威甲这个咱讲暴动之间，你安怎去做一寡这个差别咧？
我感觉拄咱讲的少两条代志啦吼。第一条是讲这个验尸的报告，吼，我拄仔讲迄个，那讲一般照理来讲，有发生一个严重有死亡的代志，尤其是迄个警察执法以后，迄个有发生死亡的代志，照理讲应该要有一个独立的调查的委员会落去调查的。吼，所以讲这个报告照理讲应该是做参考的尔。啊，不过你看两个报告的重点，我感觉其实是接近的啊。就是讲因为是有外力攞介入的。再去发生死亡，就讲毋是讲伊本身的身体讲有高血压，还是讲有其他的问题，所以讲会落死亡啊。所以讲我感觉尤其是即摆可能有迄度有一个人已经是迄度嘛，就进入迄个司法的程序，落去调查，而且是可能是迄度谋杀罪来做迄度。所以讲我感觉这应该是要进入这个司法的调查，吼而且不是司法调查尔，我拄仔讲的，其实美国的警察。应该要家己另外过来做独立的调查，这是对，因为这两批是分两边的，一方面是行政的调查，一方面是司法的调查。而且我相信司法的调查应该不只是一个人啊，应该是变成3个4个人，拢是爱迄落去做调查的吼。啊，第二件代志就讲咱拄仔讲的，迄个川普总统的反应，我是感觉讲吼，伊话其实爱讲好完整啦。这边我感觉讲真不幸，咱确实有看到有一寡人是小可失控。是，我讲敢若抢劫啦，还是讲有暴动的状况，确实有少部分是发生这种代志。但是照川普迄个讲话迄个方式，敢若讲大家拢是安尼，迄个感觉，我感觉这是无完整的，吼，袂应该讲甲这个物件讲杀去讲哦，这拢是暴动，所以讲敢若意思讲这无应该发生这种代志。啊，不过你又无看到这。是种上实质、上重点的代志嘛，大家是咧抗议什么？这是我感觉美国的迄个政府应该上重要爱面对的代志，毋是讲你甲大家拢过做和平以后，代志就解决啦。啊，讲我出动国民兵，啊，种甚至军队拢甲你压落去。当然你若要出动军队，要压落去是有可能的啦。问题是讲你无解决代志，无解决代志。所以我感觉川普应该是讲迄个，你爱分作较幼路的啦。donc 即摆有发生暴动的代志，我要来处理。吼，啊，即个个案是要来处理。未来咱美国社会要安怎面对即个黑人啊、白人啊，像咱族群真多元文化、真多元的社会，要安怎来做伙来改进？我感觉作为一个总统，应该是安尼讲，才较是较完整的，毋是讲迄个足简单的。吼，我感觉。莫讲特别讲话，拢是迄个Twitter迄个模式啦。有呀，你敢会使几行安尼啊？吼，啊讲袂完整。照你讲，总统应该是要讲，你发表一个正式的声明，尤其这是遮严重的代志，较做较完整的说明。是，我要安怎去面对？暂时可能是面对社会的混乱安尼嘛。啊，不你去长远的、去久长的，你爱讲要建设安怎一个较好、更较好的美国的社会。我感觉这是在迄个总统应该爱。更较注重的部分啦。所以咱嘛看到讲吼，这个 Trump 这个行为，是安怎吼，这个美国民众遮尔这个愤慨吼，其实有伊的这个原因。其实咱嘛有做另外这个图表，要带大家来看啦吼，就是讲美国总统 Trump 伫这个发生代志，甲即阵伊的这个态度是啥物，讲话是啥物内容啦吼。就是讲5月29的时阵，迄当阵伊是共和党的嘛吼，就指责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派系 Minnesota 民事的这个咱讲市长啦吼，伊讲 Jacob Frary 吼，伊讲伊是这个软正吼，无能力啦吼，佮放话特别调军队来入去这个Minneapolis 遮啦吼，啊嘛威胁要开火来镇压这个暴徒啦吼。另外，咱们看到5月30的时阵，就是伫 Twitter 头顶讲，若是示威者下过这个北疆的这个围拿啦吼，对，互这个狗啊，也是讲可怕的武器来对抗。另外咧，6月7的时阵，伊就讲要求州长，你就要较强硬来处理着各地头这个示威啦。若是讲州长无法度来处理，伊就动用着这个武装部队来镇压。另外，Twitter 佫讲啥，要逮捕侪人做了好，要展现压倒性的力量来压制着局面啦吼。嘛批评讲纽约拒绝出动国民兵的这个提议，才还有互这个暴徒来掠这个碎片啦吼。另外，咱嘛要看到讲，要改选年底美国总统的这个准总统参选人哈 ，Joe Biden 伊讲啥咧？伊谴责这个 Trump 嘛用感性的这个方式来呼唤着美国民众啦，嘛承诺会协助国家摆脱掉这个自私甲惊吓嘛是讲想办法要来治好啦吼，美国长期以来存在种族主义的这个空喙啦吼。不过咱嘛有听到伊讲吼。
这回这个若是有较脱离经的这个部分吼，一定爱甲伊回归到正常的这个示威的这个活动。另外，咱嘛看到这个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啦，伊讲批评 Trump 伫咧拆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啦吼分裂啦吼，嘛批评讲 Trump 伫咧教堂外口，敢若摕这个圣经伫遐翕啦吼，嘛侮辱规个这个信仰甲价值观。另外咧，前总统奥巴马嘛讲吼嘛，爱这个抗议的民众啊，千万唔通对政治吼来甲看轻啦嘛，主张全国地方选举哦，产生新的这个领袖啦吼。另外，这个 NBA 这个 Michael Jordan 啊，伊是讲啥咧？伊支持遐来谴责种族歧视的，也是讲谴责对有色人种施暴的人吼，因真正真无介意安尼这个情绪来发生啦吼。其实咱嘛看到侪人这个反应啦吼，总统川普真正是伊的这个态度，互人真正看袂起啦吼。另外，咱嘛要讲到，其实这个头拄也讲到，这个 Floyd 伊的这个亲小弟，伊看到讲这个可能示威这个活动已经脱离开这个地数啦吼，所以伊嘛呼吁讲啊，透过这个选举的这个方式啦吼，所以对这个选举的影响嘛是真大吼，咱等下再来讨论。不过咱嘛要看到讲，其实除了这个警察伫咧全美国吼，可能有一寡较暴力的这个行动，但是咱嘛看到有的所在警察是这个高脚吼跪落来，甲这个示威者是徛做伙，这个情形是毋是一个和解这个契机啦吼？咱先做伙来看。洛杉矶市长贾斯迪伫咧市府头前，甲抗议民众面对面，伊互示威者包围，当场跪来，表达愿意甲因的行动团结做伙。I hear you. I hear what you are saying about the police. But we are here because of George Floyd. We want George Floyd to be alive right now, right here in this country. A black face should not be a sentence to die. 全美国因为弗洛伊德事件，各地传出真侪暴动的情形，因故也出现愈来愈侪警察伫咧慰安的时阵，用一脚跪来方式化解暴力的场面。波特兰警方伫咧执法的时阵，先将示威者沟通，最后伫咧抗议民众的要求下，一脚跪来，表达愿意做阵为反对种族歧视的团结。加州的警察克里斯提森甲示威者做伙跪伫咧涂骹揽做伙。由警察伫咧和平示威者大声喊跪来时阵，行入去民众内面一脚跪来，并且甲大家做阵翕相。I can tell you, I've been a police officer for 34 years, and I've helped a lot of people. I've never hurt anybody. We work hard to be safe and to keep you safe out here. We appreciate it. We hear you, and we're going to make some changes. 全世界铁大明星甲各路界几多位艺人，包括 NBA 史蒂芬·科瑞、雷霸龙、牙买加闪电波特、小贾斯汀。凯蒂佩瑞等人，拢伫社群媒体打出全黑的图片，表达对弗洛伊德也个其他因为种族歧视受到伤害、亲肤色人种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看到吼，这个警察也是讲这个 LA 这个市长啦，伊这款这个做法，甲这个示威者徛做伙，其实嘛是一种和解啦吼。但是咱讲第一天时阵有这款压制行动了后，啊嘛引发到这个影片伫咧网络顶开始流传啦吼。但是第一天时阵，咱就看到讲啊，示威者迄当阵就放火来烧警察局，啊，迄当阵咱嘛讲到这个咱讲美国总统 Trump 伊就讲这个州长是这个 coward 啦吼，较软假这个部分啦吼。虽然无法度甲一间这个警察局顾好势，啊，互这个精势真歹收煞啦吼。你感觉伊这种讲法，你敢有同意？我唔是讲上足同意啊，吼，是讲确实讲会当表达家己的意见，吼啊，但是方法应该爱适当，吼啊，所以做一个领导者吼，你去维持这规个秩序吼，是足重要，是无毋对吼。那但是伊嘛是爱看到讲较深的赞助吼，其实这个国家需要统一吼，啊种族的问题。长期吼困扰着这个国家所有的人，所以伊其实会当用更较好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吼。伊嘛有足侪机会当做这个代志，但是伊无选择安尼做吼。就亲像讲昨吼伊行出白宫吼白宫吼，伊摕着这个圣经伫迄个教堂顶悬翕相吼。这个动作其实本来有一个机会，会当甲大家团结做伙吼。因为伫美国吼。宗教这个代志吼，毋管对白人、黑人、有钱人还是善家人吼，对足侪人来讲拢是足重要的代志。伊是一个civil religion， 是一个甲大家绑做伙，会当团结向前行。
的一个力量。吼，啊，摕这个圣经内底嘛有这以色列人，吼对努力，吼叫人压制。啊，行向讲一个应许之地，这个梦，吼啊，美国梦其实嘛是对这负责来的，哦，其实所以伊有一个足好的机会，会当用这个圣经来表示讲，特殊最重要，哦，咱应该爱有特殊，但是咱嘛需要有这个解放的这个理想，哦，咱会当做伙来做，大家做伙向前行，因为咱美国本来都是安尼的一个国家，哦，但是伊无安尼做，哦，伊颠倒是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头拄咱讲的用暴民来称呼这个人，谴责者去放火的人，但是打有谴责安尼尔，哦，伊要看到讲更较深的真处，会当安怎带领带咱这国民向前行，哦，啊，我感觉这是伊的问题啦。是啦吼，所以这个美国总统 Trump 伊有本身这个问题啦吼，就是咱头拄讲啊，天灵有讲啦吼，自节目一开始，伊就讲这是一个开始尔，所以无遮尔啊紧收煞。但是你要安怎建议讲未来这个总统 Trump 安怎去做，还是讲未来这个不管是这个 Joe Biden 也好，伊面对着这款问题，伊会使做虾米款的这个处理？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s，因上重要希望，就是希望因另外方法来提案，因为即马美国都市内的是因暴力及经济来做上重要的力量，不过伊希望的唔是把遐尼济钱投注伫经济，伊希望的投注伫学校及其他的人中间的资源。所以我看美国即马把足济钱互迄个警察，不过讲实在呢，伊即马无写路用譬如讲。伫乌人都伫乌人地库互台死的案例，敢若差不多之30%到底的罚款到底是啥个人做的？所以咱知影这个警察伫美国应该找到其他的方法来找到更较好的做法。有影啦吼。其实咱讲到就是讲，这个黑人之间，也是讲白人之间，这个冲突也好啦吼。其实对其他的这个族群也好，还是讲这个黄皮肤的人也好，因为咱讲美国是一个 melting pot 啦吼，就是讲一个大熔炉吼，大家拢伫遮做伙生活，但是拢咧提倡就讲多元也好，还是讲这个文化。大家是做伙共用的这个生活。我感觉我嘛爱讲，就是即马人会安尼讲，就是美国是这个 melting pot。不过这个其实是现代才发现出来的讲法，这是60年代才发现出来。60年代真正美国嘅领导真清楚的讲。美国的政府敢若是为了美国的白人，尤其是美国的白人查甫人，尤其是白查甫有财产的人，白人有财产的查甫人啦。所以咱若是有更较好的未来，咱爱理解咱的历史。有影吼，历史的这部分咱真正真重要，带大家先来看啦吼。咱嘛当看到讲，美国黑人伫咧平权运动的历史上啦吼，伫咧1681年，这个 Virginia 底就先通过承认黑人的这个努力是永久的这个世代事实的这个身份啦吼。因为咧，17世纪美国也是政这个政治为主啦吼，大量来黑人来输入去这个美国。另外，咱嘛看到1787年，美国西北州的这个自由州，伫美国宪法通过进程，就先来解放着黑人的这个努力。虽然伫咧北方的这个州得到自由，但是其他有侪所在的州也是无法度接受白人来接受啦吼。咱嘛看到1857年，美国上权法院就做出裁定，美国黑人是属于
较无好的这个征兆啦吼。另外，1863年，这个总统林肯吼，伊就提出就讲，爱解放努力宣言啦吼，甲国会这个修宪啦吼，美国正式宣布爱废除掉奴隶的这个制度。1963年，这个黑人牧师 King， 伊就发表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啦吼。嘛向这个黑人民权的这个运动界杀到上官旁。另外，咱嘛看到1964年，这个美国总统 Kennedy 迄当阵提出这个民权法案通过，然后废除无平等的这个种族隔离政策。头拄咱嘛有讲到，这个60年代迄当阵是这个民权运动，也是人权运动、黑人运动是当咧兴的时代。但是咱讲这个时日过去啦，真正拢无较进步呢。我感觉吼，其实拄啊迄度有讲到。是。我感觉可能美国人本身爱登去看家己几落百年的历史，尤其是讲，因为我3年前有去DC Washington DC 看迄落非洲迄落美国人的迄个历史，迄个博物馆，我先讲一讲，你大家看起，上无至少70%拢是非洲裔的人，其实真少看到白人，也是亚洲裔人去看这个博物馆，啊，我你看这个博物馆，我较想我感觉讲实在。感慨真深啦，感慨真深啦，尤其是美国这个历史的过程，1776年在独立运动的时阵，是要反抗北征的，尤其是迄个英格兰的人，英格兰的人来对迄个无正常的迄个税金，所以要反抗北征的，啊，不过1787年的时阵，在美国制定全世界咱所有人类的第一本新闻的迄个宪法，第一句我拢永远会记的 ，We the people，但是，正拄我讲的重点咯，这个 people 唔是咱所有的人，白人其实是白人、查甫人、好嘅人，是，对哇，这是这个一开始的时阵，所以讲迄个宪法一开始，你若讲出去看迄个博物馆咧讲的，其实即寡在独立运动、在写人文宪法的人，其实伊厝内底甲尾个家庭拢是有黑人的奴隶，伊个家庭甚至 Jefferson 美国迄个。伊甚至厝内讲连过了10个，所以讲我感觉这最主要是真对历史的过程。所以讲我感觉今日咱所看的美国白人甲黑人的代志，我相信毋是今日的代志啊，是这几落百年来的历史的过程所发生的代志。所以我感觉美国可能伊家己本身登去看这个历史，面对这个历史，本来的非洲裔的人，咱讲伊非洲的人，本来毋是住喺美国的，是去互人带来美国，讲带是较中性啦，其实是强迫来做奴隶的，为着美国要开拓嘛，对美国的东北部来甲南部要往西部发展的时阵，甲带来要做奴隶的，对哇？所以这历史过程，我感觉是真深的，所以我绝对无可能真简单去解决的啦。就是讲恁的历史就是安尼啊。你1960年代，不管是1963年、1965年，迄 Civil Rights Act， 你嘛是无法度，你讲民权的法案。去来解读这所谓无平等的物件，你嘛毋是讲过去50年以后，大家就平等啊？我相信无遐尼简单。尤其是讲你若讲无真正足严肃的面对这个问题，我相信每一个社会拢必须要严肃的面对你多元的文化、种族等等的问题啦。你才好多解决问题，无永远吼，我相信可能无遐尼简单啊。尤其是我感觉美国是上爱赶紧解决的是讲存这种案件。是。你平时上伊拢袂法做，但是我感觉美国这个案件实在太多咧，尤其是白人警察，去伤害着黑人这个案件，其实是无合比例多。你看，佫发生一件，再佫一遍嘛，是无？你可能过了10年，本来已经拍拼咧努力，讲大家不同的种族拢大家好好啊生活，你会使因为你家己的努力，迄个 American Dream， 迄个美国梦会使实现。啊，毋过若讲一件，佫一个案件出现。就过迄度啊，就过发生即个迄度无种族无平等的状况，所以我感觉美国讲真正嘛是爱严肃迄度来面对即个真正真严迄度真严重的问题。是，咱看到这回即个示威活动示威运动也好啦吼，其实透过即个社群媒体吼，真正有即个放大即个效应吼。尤其咱讲伫咧疫情时间吼，大家拢守伫厝，看到即个影片伫咧网络安尼传，真正是愤慨惊上鸡头啦吼。毋过惊上鸡头，即个背后的动机，有人讲吼有即个阴谋论啦吼出现啦吼。其实有人讲吼这是俄罗斯啦吼，有人伫遮创一寡技术性的即个问题伫内底，佫有即个中共啦吼，有透过 Twitter 伫即个无适当的即个力量，透过 Twitter 伫遐散布一寡谣言啦吼。
教授，你敢有看到这款的这个报道？啊，因这款这个报道的这个声音，咱嘛有看到讲，其实中共外交部伊嘛有徛出来赞声讲，川普你就是 double standard， 面对香港的这个暴警的时阵，你就甲伊讲哦，因这是这的示威者吼，都是拢英勇的徛出来这个示威者吼。但是面对着这个咱讲美国内底示威者，你就甲伊讲是暴民啦吼。伊敢是真正 double standard， 还是讲中共伫咧即回是毋是吼真正是摕着武器啊，要准备比中贸易战，还是讲这个武汉肺炎疫情已经这个延期真久啊吼，趁即回甲美国要延好倒？我是感觉讲，这是咱这个时代啦，吼，就是讲社群媒体做发展的时代，吼，一定有诶现象啦，吼，因为你即马做简单就会当知影讲其他国家发生的代志，吼，有当时咱家己国家内底发生的一寡问题，咱无法度马上会当解决，有当时佫有选举，还有其他的政治的考量，吼，所以外口也发生一寡代志，咱有当时啊伫见缝插针啊，吼，都利用这个机会来把这个焦点吼转过，吼，那像咱家己的问题就会当解决。但是其实我是感觉一个负责吼的政府吼，应该是嘛是爱认真看待家己的问题，像 Trump 吼，伊的这 administration 吼，伊嘛是应该看伊家己。这种种族的问题应该安怎解决？中国嘛是共款吼，就是你底下 Twitter 还是讲其他社群媒体顶，有当时当时讲小粉红还是啥物吼，跟着安尼人尔吼，但是问题伫遐吼。过一段时间嘛是搁有，吼，你嘛是爱去面对啊。有影啦吼，就是讲，这个中共虽然要找这个旁人啦，我有看到报道伊写讲吼，但是伊就写讲时代革命光复美国时代革命，因就用这个香港的这个 slogan 啦吼，但是这个报道写讲，因的这英语能力无好啦吼，所以无法度真大量的来转传出去啦。但是麦当看到讲，伫咧 Twitter 头顶有运作这个混杂吼，继续咱要来请教田玲啦吼，就是讲，咱头段嘛讲到。伫咧 IG 也好啦吼，伫咧即个中共也好，香港即个部分也好，拢讲即个川普是 double standards，你感觉咧？我感覺真正是一個 double standards 啊。我嘛是感覺這實在真可笑，因為我希望咱被支持民主嘅人，會當做起來拍拼。不過因為美國即馬嘅抗爭嘅人都看到。美國嘅總統，伊別使討論伊國內嘅抗爭，不過伊會批評中國嘅行為，所以伊都是看香港，還是真好國家嘅抗爭，美國嘅政府定定批評其他嘅國家嘅行為，都是講。因為你不支持民族嘅活動，所以咱會當怕你，咱會當來接來好你這個民族。不過那是美國伊家己國內嘛是遐尼啞巴，伊哪有資格通批評其他嘅國家、其他嘅政府？是，所以這個世界警察的這個角色，這回示威活動就真重要。這個警察，美國若是處理也無好，這個角色就大概刷叮當啊吼。我是感覺講咱討論的時陣吼，就有當時甲中國甲美國吼放做伙來看，但是透過這個比較，你嘛是會當看出講一個民主的社會吼，伊其實嘛是有優點，所以雖然講伊的領導者吼是安尼做代志吼，但是講其他的力量伊會出來制衡，比如講公民社會、公民團體、學者會當出來發聲。川普雖然想要轉迄個焦點吼，但是講 Washington Post 哦，還是 New York Times， 無遐簡單哦，可以轉過，哦，嘛是繼續咧討論這個嚴肅的問題，因為大家知影講，這是咱應該要面對的問題，所以一個民主的社會，伊培養出來哦，公民社會做健全，哦，第四權做穩定，司法大家的信任，這個問題雖然做複雜做困難，但是嘛是。會面對，會去解決。所以民主社會形成吼，其實有伊個過程甲即個歷史啦吼。會當好啊。是。我感覺其實對我來看，美國甲中國其實攏是 double standard， 不過也是有差。有影。對我迄個吳教授講的，你在美國，你會使全世界攏去批評美國 double standard， 你嘛在美國國內批評美國 double standard。但是中國袂使。中國，你使全世界去批評中國 double standard， 不過你批評中國內底批評中國是 double standard。
差别就在遮。是就讲你会使讲我要向时代革命、时代革命讲互香港。啊，毋过你即句话你袂使踮中国讲啊。是。对不？你讲中国若要批评人的时阵，家己吹少嘛爱少口一个。你要讲会讲互美国，嘛会使讲你在中国会使讲我要讲互香港，安尼才是讲真正。是。卖 double standard。所以讲，迄个民主国家的状况，甲中国迄个集权国家的状况也是有差的啦。至少咱会使在美国甲川普讲迄咯，你 double standard，莫讲迄个川普即个胜利者的姿态来看所有的代志，咱会使安尼讲啊。所以咱嘛当吼看到这个 George Floyd 的这个死亡啦吼，和这个美国社会各一届来去这个做寡反思啦吼，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来到咱这边会场，多谢，感谢。